断那个恶缘啊，跟众生结的恶缘啊，所以啊不要荤食，尽量不要吃那个下等众生的肉。那迦叶菩萨呢，讲原因何以故？我见呢不食肉者啊，有大功德。就是啊，没有吃肉的人呐，有大功德。那所以我们知道他这个说法说不吃肉有大德啊，那个就是循循善诱啊。因为我们在凡尘，有吃肉的人，你要他不吃困难。所以用呢有这个大功德的那一种诱惑力量来诱这个荤食的人，请他不要吃肉，就是一种循循善诱。那我们要我们既然研究性理心法，最上圣人要知道说不吃肉是我们的根本，我们根本就不应该吃肉因为下等众生他也是一条性命。那我们这个强，然后那一些肉，然后我们肉就强食，这样这个凡尘的真理不在所以不吃是最正常那个都没有跟下等的众生结恶缘这样我们就不会有一些障碍。假如说我们都有吃这一些下等众生的身体，我们的障碍会很多。所以我们都有听过为什么这个看别的诗没关系你只要一看经典就想睡觉打瞌睡了那个就要了解到那个是障碍，就是我们的冤欠不让我们研究。因为我们研究了以后可以脱离凡尘，那这一些债主他就讨不到债，所以他不要我们去研究就是要我们在六道轮回，只要你在六道轮回，早晚总会遇到你的所以慢一点逃没关系。可是只要你研究了以后你努力可以回本来当佛了，我要不到债了所以他会主导我们很多像阿耨利平常的时候精神很好，听到佛在讲经说法，他就打瞌睡了自然的下课的精神都来了所以我们也会有这种情形，那个也就是我们的业障碍不给我们研究了所以要了解说我们要研究真理很不容易要我们本身有根基，还要我们祖先呢有德行，我们不要小看要能够坐得住听性理心法，那个都是上等根器都是佛菩萨示现很不容易然后我们要了解说我们所研究的就是佛菩萨的领域就是我们要把那个壮大，那个是最基本的所以迦叶菩萨就讲不食肉者有大功德。那佛一听到呢迦叶菩萨这样说呢就很赞叹所以佛赞迦叶善哉善哉，汝今乃能善知我意所以佛有那个意思就希望呢我们众生不吃分就是不跟下等物结恶缘所以就赞叹那个迦叶说你能够知道我的意思他能够护法菩萨应当如是
就是菩萨在护法保护佛法，都应当是这个样子哦，要把真理呀能够呢这个宣扬。善男子，从今日始，不听声闻弟子实漏。就从现在开始，因为佛要进入涅槃，所以他不允许。那个不听就是不允许的意思啦。不允许这个声闻弟子，就是比较这个程度不是很高。假如说那个菩萨程度就比较高，声闻那个程度就比较低。所以不允许声弟子食肉。肉檀业，那个檀就是布施，业呢就是业供穷。檀业就是施主，布施的主人。只要我们布施就可以越过贫穷。檀业信施之时应观之时，如子肉下。因为有物说去托钵人家呢这个布施的时候结果里面有那个荤食啦，那问说要怎么来处理？不能说把它丢掉，要拿来吃会觉得说怪怪的，因为里面荤食就是有生命。那我就讲，你拿到那个河边、溪边，用水把那个胃，就鱼腥味肉味把它洗洗没那个味，那你就可以吃。吃饭是要养生所以托钵的时候人家布施我们就是要接受。所以我就教他们不贪不贪那个东西。假如说我们现在一些社会人士为什么要荤食？就是因为他就讲我没有肉这个吃不下已经蛮严重所以佛说那个是贪那个肉的肉味那已经在修道了，就不应该贪味。所以只要养生让生命能够延续下来，它就可以所以有鱼有肉，到河边去用水把它洗让那个味道就是能够大部分都消失，那就可以吃。这个佛明确的回答就是人家布施的时候你就是这样处理就可以吃。所以不允许那个生弟子就是吃肉所以假如说有那个施主布施的时候里面有那个荤食，你就要想你在吃的就是你的那个儿子的肉，吃自己儿子的肉这样了解意思吗？就是很谨慎小心那一些都是要了解说有生命的所以如子肉下那个念头就是不是贪那个肉味那个鱼肉不贪那个味就好像在吃那个儿子的肉一样所以就是为了要使这个身体能够继续存活下来，所以要吃就这样所以跟我们完成的那个吃的心就完全不同了我们吃就会挑好的吃那佛的意思说你只要能够养生你吃下去能够使生命延续就好了，不能够贪味贪味的话那就在6层我们6根对6层那个味
已经贪位啊，就会被凡尘那个染污了被染得污垢。那么假设菩萨呢复白佛言他又呢接着说真因何如来不听实漏？为什么呢？如来不允许啦那个不听就是不允许。那佛回答说：善男子，无失漏者啊，断大持种，就是我们吃肉的话，我们的佛性里面呢有慈悲喜舍是无量心，我们具备了。我们佛性里面有具备慈悲喜舍。那我们吃肉的话，就把我们那个四无量心的第一个那个慈啊，大慈种啊，断掉。所以我们只要是成道成佛了，我们在称谓的时候啊，都会讲大慈大悲然后后面啊佛的名号大慈大悲会关在前面，那个是我们本来就有。可是我们在完成都没有把它发挥。那么假设又言如来何故啊先听比丘13种净肉？为什么那个如来啊以前先听啊，就是以前允许呀比丘13种净肉。那佛也佛就回答说：假设13种净肉啊，随事啊渐至，就是随着这个事情随着环境啊渐渐的、慢慢的制定这个戒律这个3种净肉。所以我们这个了解啊，以往在这个很难生长五谷，也很难生长那个蔬菜那个地区呀，那佛就允许他们吃呢那个时候说5种净肉了，就是说他自己死掉的自己死掉我们没有杀了或者说我们没有看见，在杀的时候我们没有看见在杀的时候啊，我们没有听到声音这一种现象之下那个时候啊，佛都允许他们吃，可以吃啊那很多呢这个修持的没有跟佛在一起修持的人就会问说：为什么不化一些就是五谷或蔬菜给他们吃？为什么要他们吃这个3种净肉？那佛就回答，他说：这一种不生五谷、不生蔬菜的地方，然后我们把它变化，使它能够生出五谷、生出蔬菜，这个违反天地的正理。不生的地方，你要它出现这个东西，那不合真理，跟真理不合。所以我们就要了解到，连佛都考虑到这个地方不生长，就不能用神通力道使它们出现，还是要顺着整个凡尘，就连那个佛想多活40年，阿难都没有留，那佛也没办法就进入涅槃。那个大弟子对阿难很生气佛要多留40年，你为什么不留？你在佛身边奉侍佛啊，佛会听你的话。阿难说：我那个时候的心都被波旬魔网盖住了，魔网都把我整个心都盖住了，我都不知道佛在讲什么。所以各位都要了解，
那个佛难道不知道说阿难的心被修行盖起来吗？他也知道啊，可是要随顺誓言，所以有时候啊，我们就是了解张轴啊，那悟道记，张轴为什么他会讲随顺誓言无挂碍？你没有随顺誓言啊，就有挂碍。所以啊，随顺的誓言。那我们现在的生活也是一样。有时候啊，随顺的誓言，完成我们爱怎么做，大家都有一个共识，那我们就按照这样，不特别，不标新立异呀，这样的话